咁咧就我哋今日咧就有好多嘅同業同工喺度咧，咁出席呢個記者招待會。咁特首喺施政報告嗰度咧就強調咧，政府咧希望咧就係香港嘅教育咧能夠維持穩定，同埋增加每年嘅對教育嘅經常開支。同時又提出學界要發展優質科技教育。但係教育局而家嘅計劃咧，竟然推出裁減前線嘅實驗室技術員呢個方案，公然係破壞呢個科技教育，違反特首嘅施政理念，罔顧師生安全。所以我哋而家咧就請我哋實驗室技術員權益小組召集人向各位詳細介紹嚇。我哋而家將個咪交俾張小姐。係各位新聞界嘅朋友，你哋好。係響呢一個嘅EDB 嘅削職呢一個嘅行動咧，我哋咧就覺得佢響呢一個數據提供嘅數據咧係好大嘅問題咯。佢冇任何數據之下就話我哋係超額，話我哋因為呢一個嘅學制嘅轉移，或者呢一個優化班級，就話我哋嘅人手係剩落嚟嘅。咁又唔可以提供任何嘅數據俾我哋，話我哋係點樣去削職。咁我哋自己呢一個嘅權益小組嘅義工隊咧，我哋係響短短呢1個月裏邊咧，我哋係諮詢咗18區嘅資助中學，我哋訪問過362間，咁曾經作出回應嘅學校咧係有298間，大約咧係佔呢一個嘅82% 嘅。咁而受訪嘅同業當中咧係有700幾人，咁但係響我哋出嚟退休嘅人數咧，只係短短54人，佔我哋成個職系咧大約係7%。咁而根據 EDB 俾呢一個嘅計算嘅 formula， 呢一個人手嘅計算咧，我哋一共係有大約100幾人咧係受到呢個影響嘅，佔呢一個我哋嘅職系咧係10幾個%，而受影響嘅資助中學咧係大約有成40%嘅，而擁有3位實驗室技術員嘅資助中學咧係有100幾間裏邊咧係佔全港資助中學裏邊咧大約係過半數嘅。咁所以咧呢一個嘅人手咁樣被削咧，係對我哋喺學校嘅安全，喺師生嘅安全裏邊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咁喺呢一個 EDB 喺呢個話冇呢個數據之中咧，我哋咧其實喺2013年咧係有呢一個嘅信件咧，係 EDB 要求呢一個嘅 Ivy 咧沙田呢一個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咧係做一個調查嘅，佢以一個獨立機構嘅身份，係為我哋實驗室技術員咧係進行一個職責、工作量、發展進行一個問卷嘅調查。咁我哋資助中學咧嘅實驗室技術員咧係全部咧係收到呢一份嘅問卷，而當中咧亦都有68%嘅同業咧係有回覆嘅。咁但係好抱歉，喺呢一個問卷做完之後咧，我哋係同業裏邊係完全冇收過任何嘅報告。EDB 亦都避而不宣，唔講任何關於呢一個報告嘅嘢，完全當冇呢一回事。跟住就話冇數據、冇資料，所以咧其中喺呢一個問卷當中咧，我哋6頁裏邊嘅問卷裏邊咧，講出我哋工作嘅繁重，好多嘅同業咧係需要協助總務啊、監考啊、代課啊、帶隊啊、做 AV 啊、製作教材啊嚇。咁根據喺呢一個 Ivy 呢一個嘅調查之後咧，有一個嘅研討會咧，有同業去過嘅咧，就係話出嚟嘅數據咧係對我哋嘅人手咧唔係有減，反而應該係要增加，因為我哋做嘅根本就係超額，所以咧，但係就唔知點解到現在咧 EDB 都冇講過，
冇提出過任何關於話呢一個調查報告嘅數據。我好相信呢個係使用公帑嘅，唔知點解而家仲未有報告嚇。咁另外一方面咧，喺我哋而家實驗室裏邊咧，好多我相信資助中學咧係收到有好多融合教育嘅學生，係咪啊？好多學校裏邊咧係融合咗好多特殊或者特殊需要嘅同學。咁而喺去削減呢一個嘅技術員嘅方案裏邊咧，已經老師係需要兼顧成30組嘅同學 SBA 實驗嘅進行。又需要兼顧有一啲可能係需要有特殊照顧融合教育嘅同學，咁而又削減我哋嘅人手嘅時候咧，我相信好容易咧就會淪落到實驗室咧會變成一個係高度危險同埋呢一個罔顧安全嘅地方。我想問，咁樣又如何可以推行到特首喺施政報告裏邊講嘅優質科技教育咧？以下係我哋兩位嘅訴求者去表達佢哋對我哋呢個行業嘅一啲嘅意見嚇。唔該。嘅清出咧，就實驗室技術員呢一行噶啦，學校都頒發咗獎項俾我噶啦，而我都得到同事、老師、學生嘅認同。而家教育局因為優化班級同埋學制改變咧，將會作出新嘅人手安排，而根據新嘅人手嘅安排，我哋將會被裁。我哋默默耕耘咗20幾年啦，我哋犯過咩錯？從未犯錯。而家教育局竟然單方面改變我哋嘅僱傭條例，削減職系，教育局單方面嘅行動對我嘅家庭有好大嘅傷害。以我所知，有過百個同業咧同我相同嘅，即係話有過百嘅家庭係受影響嘅。好，我哋交俾另外一位同工，本人都係做咗理科嘅設備啦，擺喺天台啦，或者係校園嘅地下啦。本校咧3位咧嘅實驗室技術員咧都未達退休年齡㗎，希望咧教育局咧妥善安排咯。根本教育局呢個3年過渡方案咧，我就係受益者嚟嘅。不過見到咁多同工啊，做咗十幾廿年，而家好3年後就俾人裁減啦，咁啊睇唔過眼，我都要出嚟幫下手啦嚇。咁教育局咧，佢其實話咧，3年內咧就會有好多 LabTech 退休嘅。咁嗰啲被裁咗出嚟嗰啲咧，應該就會可以好易揾翻工嘅，好易入翻職嘅。但係咧，根據我哋嘅統計嚟，就以我本人嚟講啊，我哋學校咧得24班，根本就開唔夠18組嘅。我退咗休之後咧，絕對我個位就冇人補上㗎啦，冇人可以填補上嚟嘅。所以根本咧，教育局話有好容易又揾翻工咧，根本就係唔啱嘅，呢個數據係錯誤嘅。根據我哋統計咧，其實係得大約係3% 嘅 LabTech 嘅人退休咧，可以俾其他人咧就補上嘅啫。呢個就係我嘅見解啦。所以咧，我哋唔認同實驗室技術員呢一個嘅方案。我哋要求教育局應該立即停止推行呢一個倒行逆施嘅政策。社會大眾亦都應該對教育局呢個唔合理裁員、對呢個科技教育輕視同埋漠視師生安全嘅政策咧，予以譴責。係。咁今日咧，我哋其實有好多實驗室嘅同工啦，咁喺度一齊去參與呢個記者招待會。其實就係將呢個訴求咧帶出嚟俾大家知道，就係話咧，呢個係實驗室技術員佢哋一個對工作嘅熱誠，同埋佢哋對工作嘅一個責任感啊。因為如果人數少咗嘅時候，嗰個計算唔清晰嘅話咧，會令到咧就係話師生係會有危險㗎。我哋希望教育局要認識清楚，同埋就話一啲冇事實根據嘅嘢就唔好再講啦，因為我哋已經有啲數據係清晰好知道咗，就話嗰個人手嘅安排唔係咁嘅。咁我哋希望佢要將一啲
政策就係可能去跟進係啦，同埋係停止。咁我哋今日嘅記招就到呢度為止。多謝各位，唔該晒。